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注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你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阴影，在哪里阳光常普照，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陵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你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看顾麻雀神，他必然也看顾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
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你牵我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读歌罗西书第1章。歌罗西书虽然只有短短的4章，却很像写给现代人的一封信，因为当时的歌罗西教会正面对很多混乱的声音。有人认为单单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神秘知识、更多规条、更多人的智慧，才算真的属灵。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是要把他们重新带回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真正的中心。其实这也很像现在的我们，现在的人每天都被很多资讯包围，生活忙碌，压力很大，常常一边过生活，一边焦虑。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维持关系，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但有的时候心里却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而歌罗西书的第1章就是在提醒我们，真正能让人稳定的不是环境，而是基督。歌罗西位于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附近。这座城市以前曾经相当繁华，但到了保罗写信的时候，已经逐渐没落。而歌罗西教会也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是以巴弗把福音带回歌罗西后，慢慢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这是一群很认真爱主，但信仰仍然在成长中的基督徒。当时教会受到许多不同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单单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神秘的知识、哲学的思想，或者是宗教的规条，才算真正的属灵。因此，保罗写歌罗西书的核心，就是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基督的身上。因为真正的信仰核心，不是人的方法，也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耶稣基督自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歌罗西书的第1章。第1段，福音不只是知识，而是让生命真正改变。歌罗西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和提摩太弟兄写信给你们在歌罗西的信徒，就是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父上帝赐恩典平安给你们。在替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谢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有信心，对所有信徒有爱心。起初福音真道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就听见了这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这样，你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以那为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为根据的。这福音不但传到你们那里，也传遍全世界，不断地生长结果子，正像当初你们听见，而且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时，生长结果子一样。你们是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习到这福音，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人。有关圣灵赐给你们爱心的消息，是他告诉我们的。保罗一开始先向歌罗西教会问安，并且提到自己常常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听见歌罗西教会的人对基督有信心，也彼此相爱，并且对神所预备的盼望充满期待。保罗提醒他们，真正的福音不只是人听过而已，而是会在人生命里面慢慢的结果子。信仰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而是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以前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开始学会忍耐，以前总是抱怨的人开始学会感谢，以前一遇到事情就焦虑害怕的人也开始学习把重担交托给神。这些改变不一定是很轰轰烈烈的，但却是真实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活得很疲累，每天忙工作、忙生活，晚上滑着手机，看着别人的人生，好像每个人都过得很好，但自己的里面却越来越空虚。很多人一直想追求安全感，可是越追求反而越不安。但保罗提醒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从环境来的，而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太会传福音，但其实很多的时候，人不是先从我们说了什么事情来认识耶稣，而是先从我们的生命来看见耶稣。如果一个人在压力里面仍然有平安，在困难里面仍然有温柔或是坚持，在低潮里面仍然愿意相信神，这本身就是最棒的见证了。第二段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事情顺利，而是认识耶稣是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9到14节。因此，自从听到了有关你们的消息，我们不断地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能够充分地认识他的旨意。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喜欢。同时，你们会在生活上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对上帝的认识也会增进。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到坚强的力量，有耐心忍受一切，要以快乐的心感谢天父，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信徒们在那光明的国度里所保留的福泽。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接着从第9节开始，保罗提到自己一直在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很特别的是，他没有一直求神让他们没有困难，保罗也没有一直求神让事情都顺利。他最在意的是哥罗西教会他们能不能够真正认识神，因为保罗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很容易就被世界来影响。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就是这样的，有人开始认为信耶稣很好，但还不够。他们认为还要加上特别的知识、神秘的经验、很多宗教的规条、人的哲学思想，才算是真正的属灵。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花了很长一篇的篇幅来高举耶稣基督，他要让哥罗西教会明白，耶稣不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他本身就是答案。保罗提到，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换句话来说，耶稣他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人物，他是创造世界的主，包括我们的生命，这个宇宙，世界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权里面。保罗甚至说，万有也是靠着他存在。也就是说，今天世界还能够运转，生命还有能够被存留，并不是因为人有多厉害，而是因为神仍然托住了这一切。这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来讲很重要，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其实也一直在寻找安全感。我们很容易把人生建立在工作、金钱、能力、成就，或者是别人的认同上面，但这些东西都可能改变。工作可能失去，关系可能破裂，情绪也有可能崩溃。但保罗提醒，真正不改变的只有基督。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是完全没有风浪，而是在风浪里仍然知道自己没有离开神的手中。接着保罗又提到，耶稣不只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主。因为人原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的罪、骄傲、自我中心都让我们离开了神，但耶稣透过了十字架，
重新恢复人与神的关系。因此，信仰不只是做好人，而是原本与神隔绝的人，重新再被带回到神面前。这就是福音最核心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哥罗西书来提醒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看环境，也容易焦虑害怕，甚至害怕失去了力量。但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把眼光回到你的身上，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聚会的基督徒，而是真正让基督成为生命中心的人。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无论在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里面，都能够活出属于你的样式。即使环境不容易，仍然相信你掌权，仍然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与盼望。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看顾马确实，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你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你牵我手，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深知